好啊，今日就講嘅千層子羅漢果湯。材料：千層子6錢，羅漢果1個，南杏仁2兩，豬踭1斤，陳皮1個。千層子藥房有得買，網上有得買。用紗布袋盛載好，備用。羅漢果、南杏仁去衣，分別用清水洗乾淨，備用。陳皮用清水浸軟，刮囊，洗乾淨後備用。豬踭洗乾淨斬件，出水後再用清水沖洗乾淨後備用。煲滾適量清水，放入全部材料，用慢火煲約2個鐘，把載有千層子的紗布取出，即可調味飲用，以少許食鹽調味飲用。咁就係講下呢個千層子羅漢果湯啊。煲2個鐘頭左右，咁就可以調味，落啲鹽調味，咁樣就可以飲啦。好啦，多謝觀看、訂閱、點讚，好啦，拜拜。